StarMaker 係 Utopia 旗下一支年輕高學歷嘅保險理財團隊。團隊成員嚟自香港、中國內地以及海外。我哋成員除咗有唔少係啱啱畢業嘅職場新鮮人之外，仲有好多嚟自唔同行業嘅，包括嚟自工程、信息科技、藝術界、健身、教育、傳媒、設計、金融、投資，仲有運動員、品酒師等，可謂百花齊放。大家帶住唔同嘅專業知識同埋經驗嚟到 StarMaker 團隊，憑住各自嘅專長喺發展嘅路上，我哋攜手向前，互補長短。StarMaker 嘅理念係為每一位成員都準備一個最好嘅事業舞台。我哋會將專業知識同埋多年嘅經營本地中高淨值市場，以及開發內地高淨值市場嘅經驗分享俾佢哋，打造業界新星。StarMaker 成員成績卓越，年資超過1年嘅同事，絕大部分都係獲得業界優秀指標 MDRT， 即係百萬圓桌會以上嘅成績。如果你都係好似我哋咁睇好香港以及中國保險理財行業嘅發展，歡迎你聯絡我哋傾下點樣一齊合作啊！我相信只要有科學化嘅業務模式，唔一定要有人脈背景，都可以喺財策領域成功。喺金融行業賺錢其實唔係好難，但要正規正途、持續長遠咁發展，就係一門藝術啦。重視事業發展，更重視生活品味。我係重情重義嘅科學保險藝術家 Arthur。我叫 Ivan， 加入咗 StarMaker 已經有6年。我加入前完全係冇銷售經驗，入行之後透過我師傅 Arthur 1對1嘅 coaching， 再加上獨有嘅培訓系統平台，令我掌握到可以快速成功嘅銷售技能。Arthur 又係經理，係師傅，又係好兄弟，又係老友，一齊經歷咗好多。師傅係一個全能嘅 leader， 香港本地生意同內地生意都兼顧得好好，團隊亦有好多內地嘅同事。大家好，我是 Crystal， 我在發哥的 StarMaker 團隊今年是第8年了。從稅務跨行到香港保險理財，沒人脈、沒背景、沒有做過銷售，然後發哥跟我說你一定可以的，讓我試一試。那我知道他是本地香港人嘛，但他又說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話，在香港市場和大陸市場都做得很好。於是在他360度的悉心指導下，我也成功的連續多年做到了保險行業的一個頂尖榮譽100萬圓桌會員，也就是 MDRT。如果你都係好似我哋咁睇好香港以及中國保險理財行業嘅發展，歡迎你聯絡我哋傾下點樣一齊合作啊！